哎，小时候妹妹啊最喜欢喝这个汽水了，当时我爸妈呢，怕她喝了肚子疼，我大哥呀还有我，就一人给她买一瓶，一瓶凉的，一瓶不凉的，这样兑在一起喝，就不冷不热了。哎。 荷兰水，我小时候最爱喝的。我爸告诉你的吧？怎么渴成这样啊？热还不行啊？是不是身体不太舒服呀？是不是有点头痛、头晕、怕光、怕风啊？我看你挺头疼的。你这大白天的把窗户堵住了，奇怪吗？这是我习惯啊，管得着吗你？ 哟，你最好等巡警觉得奇怪的时候过来找你，你也这么回答的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走。这个皮包不太衬你。是我干爹临终前传给我的。啊，怪不得，感觉这个皮包装了太多，
不适合他装的东西，就像你一样，看上去压力有些大。也没太多压力，就是唱完戏收钱不容易。你是怕我们不给钱吗？能给当然好，要是给不了，就当我们劳军了。快点抓电线啊！千万别忘东西了。你们几个武生赶紧过来，一会儿准备一下啊！啊什么啊？万一本主被扣住了呢？准备抢人啊！哎，好。那如果说平时你们收不到钱，会怎么样？唱戏前吃了一顿饱饭，又能顶个2、3天，或许之后还能遇到愿意付钱听戏的人家呢。从这里出发，自西往东，所有村庄悉数被毁，十室九空。恐怕你们是找不到一个听你们唱戏的人了。哦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说这些的。这样吧，既然你们也是往东，那就加入我们的队伍，就当是军中剧团吧。可是，就这么定了。去拿委任状。是。长官，要是平时我们也不会这样，只是最近我们不打仗，我们去广州湾接受盟国的物资，你们跟着我们，至少路上不会饿肚子。长官，我有一言在先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讲。我师哥也是抗战军人，他是共产党，在游击队里当政委。如果有一天我跟他相遇了，我就要率队先离开。您可答应？我当然答应。既然是抗日袍泽的眷属，徐某定当以礼相待。谢谢长官收留，我们一定好好唱戏，给各位将士们打气鼓劲。这是刚才这里全是兵，抢了船就走了。船，国军还是日本人？国军啊，说是等抗战胜利了，凭这个去领钱呢。看来你跟我们部队还真的是有缘。我们的红船呢？被飞机炸沉了，但是你放心，战后我们一定赔偿，所以这些你都要收好了。谢长官。上级说，抓到了一个廖四六的手下，携带照相机监视我们接收城里的物资。据他交代，是廖四六派他去监视陈山河的。陈山河和我们接头的照片被我们扣下来了。你是廖四六的老上司，想问问你，有没有可能做通廖四六的工作？廖四六没用，这个人太贪心了。陈山河还有点钱，他的贪心啊，不是金条能够填满的。他要的是权势，要的是做人上人。之前他在我面前装得很贪财的样子，其实就想掩饰他对我位置的贪心。那该怎么办？我去趟广州吧。你去广州？不管怎么说，廖四六曾经是我的人，我也算是清理门户了。这太危险了。哎，你们共产党不怕危险，那陈山河也不怕危险，我邝庆奎怕危险。放心吧，
带几个兄弟，我马上出发啊！那事儿我都听说了，说凶手还没抓着呢。哎，你说你们警察局一个个的，这都干啥吃的都是？那日本宪兵队也没抓着人呢，这事儿你怎么说呀？那么你自己问问去啊。你以为我跟你们混一块儿就是图钱呀？哎呀，不是吗？哦，那就只能是害命了。我告诉你，阮非洲能给我的，远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得多。只要能找到陈山河勾结游击队的证据，我就能真正的在日本人那儿得到器重。你我得到日本人器重，对，我们对。哎呀，你这事儿我可管不了了，我就只关心我的合作伙伴不能受到诬陷。啊，当然了，你要是想用它换你的荣华富贵呢，也不是不行。证据搁这儿。続け。匡队，咱们去找人吧。皇上不差恶兵，先吃。是。你怎么天天窝在家里，也不出去做工？饿了吧？想吃什么我给你做呀。我想吃9记路边鸡。会。我不要吃你做的，我要吃正宗的。我做的可比正宗的好吃多了。不要。这9记也太远了，这一来一回得1个多小时。我要是走了，谁照顾你啊？你说的好笑，你还照顾我呢？我想吃什么你都不给我买，你怎么照顾我呀？行，这就去。记得把门锁上啊。好。哎，吃鸡还得来这种小馆子。嗯。哎，干什么？哎，你们两个别慌，没关系。这是我一老朋友，我跟他叙叙旧。你们两个在巷子口等我。是。好几年没见了，从哪儿学的功夫啊？啊，火候还不错。哎，别乱来啊！你少跟我废话，你还活得挺好啊。我可是来救你哥的，廖四六要杀他。哎，刚好路过，进来喝口茶，边喝边聊。你哥现在什么生意都敢做，他卖药品给游击队，被廖四六抓个正着。我现在也带着队伍抗日嘛。听说他有难，
我来救他一命。还有匕首。好了吗？申河，兄弟，我遇到难题了。阮肥洲下了死命令，我要是不把证据交上去，我这脑袋就得开花。就差你了。这上面的人呢？70多岁了，老爷子是条汉子，甚至一度想把药吞下去消灭证据，但在我的帮助下，他还是还牙了。你是自己来，还是让我帮你？这次要是我没死，要死你就是你了。山河府。杀了吧，杀了就一了百了了。你要是不想见血，就把他交给我，我带走。奎哥，你不会放了他吧？他是汉奸，杀汉奸有功，我带走吧。还有这些个，叫几辆黄包车来。奎哥，给条活路行不行？你要活了，我就死了。我保证。行了，如果你要不甘心的话呀，现在呢，你就喊声救命，看看有没有人给你陪葬。这边。这是阴曹地府啊，还是阎罗宝殿呢？当了局长了，就是不一样，变得有胆色了。都到你手里了，废什么话呀？给个痛快吧！举头三尺有神明，城隍也是神。死在这儿，你不委屈？还是奎哥识时务啊！上山打游击当英雄，比我留下来当汉奸体面。
不过有句话我要说在前边，我不是有意背叛你，当年是你让我去弹石头杀陈家兄弟，我才被日本人抓住的，要不然我也能当英雄。英雄没那么好当。3年了，我住破庙，树林子，浑身都是虱子。这2年没吃过烧鹅，没吃过烧麦，没吃过卤水鹅头，没吃过虾饺。这才是我的魁哥嘛！我就说，怎么可能摇身一变成了真英雄呢？你不过是投机押错了宝，抱腿抱到了腰，活该吃苦啊，抛该！这世道不公平，我不相信好人有好报。看看你就知道了，你算是个什么好东西？你双手沾了多少血？佛山陈家满门呐！还有那3个小崽子，虽然没死，也是瞎了眼，居然和你同流合污啊！我也是瞎了眼，明明他们能杀了你，可我却贪图特侦队长这个位子。我活该！可笑啊，可笑！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人，却成了抗日英雄，还有天理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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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奎哥，奎哥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，我怕疼。奎哥，还记得我的纹身吧？当年刚跟你从北平来广州的时候，我也是个热血青年，想把“同志仍需努力”几个字纹在身上。左胳膊纹了个“同”字，我就疼得受不了了，换条胳膊；右胳膊纹了个“志”字，也坚持不下去了。就这样，这俩字陪了我一辈子。奎哥，我算是看透你了，你跟我一样，坚持不下去。有道理。那我就借你的命用一用，让我自己坚持的久一些。同志仍需努力。还没睡啊？你不也还没睡吗？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这段日子跟你，还有你爸一起生活的还挺美好的，好像是美好的时光过得都很快。其实我们今天做的所有的努力，不都是希望可以把这份美好延续下去吗？
我们俩可以拍一张合影吗？别那么严肃，笑会吧？看中间啊，3、2、1。队长，咱们该走了。着什么急？吃完饭再走。等他们发现646的尸体，就走不了了。那些人我了解，现在呀，他们没人会去找646，都急着争646那位置呢。身上还有钱吗？这顿还够，咱们不是还要买点粮食和药材带回去吗？粮食药还用钱呀？一会儿把这顿饭钱给我结了，我不能拿着枪结账吧？好嘞。都别乱了，都别乱了，廖局长不会有事的。他的保镖都死了，他人现在也失踪了。你跟我说他没事儿？有没有是查了再说，把所有人都派出去，在各个路口设卡。各个路口都有日本人哨卡，还用得着你？他会不会又去了花柳之地啊？你去花柳之地前，还先打死保镖祭天吗？哎，廖局长回来之前，咱们是不是先商量一下，谁能代表廖局长稍稍主持一下工作？你们这是没跑出去？不是，是还没吃够呢，现在多吃几。我这有日本人，我知道，他们又不认识我，怕什么呀？给我准备点粮食和药。行，但是我得要凭证。什么凭证？我是说粮食和钱我可以给你，但是我得要凭证做护身符，要不然回头我真的让人当成汉奸给杀了。越来越狡猾了啊！可以，我答应。再给我找一住的地方。不可能，日本人现在在搞户口登记，挨家挨户的查，你们这几个藏不住。那就住你们家。你那个弟弟，别的我不说，做饭的手艺还可以，我很欣赏。以后你是黑是白是忠是奸，看你的表现。估计是找到646了。来，晚上家里见。行，那马外不成，咱就仁义在啊，后会有期。我让他调查陈山河，查出什么了？廖局长那天在明月家日本料理宴客，他没带我们几个呀，他就带了他的护卫。据日本厨师小泽说，他饭都没吃就走了，然后失踪，被杀。好了，你们查杀人凶手了吗？还是就忙着争权夺利，压根儿没人去查？黄庆奎杀的。你怎么知道？看这儿，这儿。照片哪来的？廖局长身上找到的。那照片查了吗？杀了人，拍了照，还冲洗出来，冲洗照片的照相馆查了吗？对啊，谢谢长官提点。走。一帮饭桶。
还是在床上睡觉舒服啊。说出去，人家都不相信。3年了，没睡过这么踏实的觉。那就到楼上再睡一会儿。有件事有必要提醒你一下，他们找到了廖46的尸首，全程在搜查陌生人。我不是陌生人，我是广州的主人。你弟弟呢？我让他先避一避，我们都是小老百姓嘛，不像你，临危不惧，有大将风范。不跟你废话了啊！从你这儿筹了点粮饷，给你写了个凭据。兹收到爱国人士南路药房陈山河捐赠药品30箱，折金条10根；粮食1800斤，折金条20根。特发此捐赠收据，广州抗日别动队邝局长，都写纸上了，这是要逼捐呐。咱俩就别客气了，你这整个家就找出这30根金条来。如果能找得更多的话，你小子立的功更大。不能都拿走。我抗日3年，拿你30根金条多吗？不多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总得留点吃饭进货的钱。狡兔3窟，你别的地方肯定还藏着钱呢，但是那些我就不跟你计较了，啊？哪有实捐的，总得给点折扣，鼓励鼓励。谢谢邝局长体谅。行，那我就给你留1根，3根，1折回扣，惯例嘛。就3根。谢邝局长。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呀？我先不打算走呢，你去，给我找一个中医好好调理调理，啊？好。还活着呢，挺好。我听说你在广州滞留，不是因为逃不出来，是因为你想多留几天。嗯？谁跟你嚼的舌头根子呀？有没有这回事？你趁我不在，带着我的队伍跟日本人去拼，自己还受伤了，你有什么资格？你问我？我是共产党派来的代表，我有资格负责所有的思想政治问题。哼，我看出来了，你这思想政治工作呀做得不错。我这才走几天呀，我的队伍就让你给收买了。说吧，是谁跟你嚼的舌头根子？是谁不重要。邝队长，这3年你坚持抗战，大家都看在眼里，你很辛苦，同志们都很辛苦，但是现在还不是休息和享受的时候。谁休息？谁享受了？我去广州九死一生的去锄奸，我休息享受。哎，
有这么休息享受的吗？你还拍照片了？当然，我领任务了。我拿什么证明我完成任务了？我实话告诉你，要不是我听说你让日本人追着满山遍野的跑，我还会在广州待2天。我要找一家报社把这个照片登上去，标题我都想好了：广州抗日别动队队长邝庆奎刺杀汉奸。休息享受啊！邝队长，我觉得你身上的名利思想有点冒头啊。废话，我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，我为什么？名垂青史，不冒头我怎么名垂青史啊？你这个是错误的想法，你应该做出检讨。检讨？你还是跟我老实交代，到底是谁在背后嚼舌头根子？你怎么把我的队伍收买的？这不是收买，是民心所向。同志们现在都已经知道了我们抗战的目的是什么，绝不是你说的名垂青史啊。是什么呀？我们这么做是为了人民，为了全中国的人民。我现在就去召开全队大会，批评你的行为，你必须要做出检讨。长官，我们正在调查辖区内的照相馆，西关那边的5家已经检查完毕，这儿新开了1家，我们过来看看。我也去看看。您请。走。陈伟，不要回头。我知道你，也知道你的哥哥和妹妹，你的父母看到你子承父业，会感到很欣慰的。上级有什么指示？让你回香港。向上级转达一下我的请求。我希望可以继续留在广州，保护电台。好。有人吗？警官，什么事啊？警察办案呢。走。哎，警官，我们家照相馆没开几天，还没做几笔生意呢。没开几天，那更要查了。楼上什么地儿？哎，楼上我们在冲洗照片，是暗房，现在上不去。哦，冲洗照片，暗房，上不去。老子看的就是冲洗照片。哎，警官，你不要上去，否则照片全没了。警官，你这样底片会废掉的。我这里真的是在冲洗照片。就这儿啊？怎么这么热呀？你这儿？冲洗照片就是这样的，你一碰这些底片全不能用了，我是要跟顾客交代，要赔偿的。那你干嘛？我是不是要好好的，好好赔偿赔偿你啊？警官，你自重啊！你这样我会去投诉你的。你要投诉还是补偿啊？嗯？你干嘛？长官，这家新开的照相馆手续不全，要不把它封了？
他是谁？顾客。顾客的照片挂这么久，这人是死了吗？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？我再问你一遍，他是谁？顾客。谁啊？谁过来捣乱啊？